各位歡迎收睇夜間新聞，我係陳婉容。先睇今晚嘅新聞重點。南韓新生羅崇文疏忽職守。各位，南韓中東呼吸綜合症嘅疫情擴散速度有加快跡象。今日再新增5宗確診個案，令到確診嘅病例總數增加到30人，而並非被首名患者傳染個案就增加至3宗。被隔離人數增加至超過1300人，超過200間學校要停課。林泰基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林泰基報道。而喺本港，衛生防護中心就話，暫時未有證據顯示中東呼吸綜合症嘅病毒出現變種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呼籲市民避免去南韓嘅醫療機構。政府沙士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。喺長江翻沉嘅東方之星客輪搜救工作進入第2日，暫時只有14個人獲救，確認死亡人數增加至26人，仲有400幾人失蹤。當局開始切割船底，以便蛙人進入去船艙搜索，又計劃吊起船身扶正之後再入去搜救。大湖北監利等待奇蹟出現。返嚟本港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發表報告，痛斥民航處購買新空管系統管理不力，強烈譴責處長羅崇文疏忽職守。民航處就回應話，會詳細研究作適當跟進，確保現有系統暢順運作。繼續新聞時間，距離政改表決仲有2個星期，政府陸續邀請表明否決方案嘅泛民議員見面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話，即使政改能夠通過，日後仍然能夠根據5部曲作出修訂。范立行報導。保修改方案。亞洲電視記者范立行報導。長和主席李嘉誠話，政改方案不獲通過嘅話，所有人都係輸家。希望泛民議員能夠為香港嘅福祉着想，認真思考投票取態。范立行報導。政改態，亞洲電視記者范樂雄報道。不獲續牌嘅大埔劍橋護老院，至今仍然未就續牌提出申述。受影響嘅57個院友入邊，已經有41個人確認搬離。社署就強調，無論停唔停牌，都會以院友安置為優先。實習記者文嘉琪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文嘉琪報導。平機會前總主任束建明入稟勞資審裁處控告平機會未有發放87萬嘅約滿酬金。任主席嘅第2人選。亞洲電視記者楊嘉玲報導。喺巨價美股表現點啊？美股早段向上㗎。歐洲央行1月預期維持利率不變，加上美國上月新增私人職位好過市場預期，係1月以嚟最大增幅。市場憧憬數據或者為聯儲局加息時間帶嚟啟示，帶動美股早段反彈過100點。係全線向上。美國就業市場有回暖跡象，至到唔夠265億美元。歐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，符合市場預期。本港9個金係升22蚊。陳宇陽啊，聽日天點啊？聽日天氣都係好熱喎。天文台就預測聽日係大致天晴，天氣酷熱，最低氣温大約28度，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。而家氣温29度，相對濕度79%。各位新聞報道完，晚安。